首先，让我们有请比赛的蓝方选手，他来自中国香港，他有一个非常好听的名字，叫做乐视。Introducing first, in the blue corner, from Chinese Hong Kong, Noshirwan Kenzad. Yeah. It's been a ride. I guess I had to. 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的是昆仑决综合格斗冠军赛。这是一场男子次重量级的比赛。首先出场的是来自中国香港的乐视，今年年龄26岁。乐视呢曾经出战昆仑决，这是他第2次比赛。很遗憾呢，他在第1次比赛的时候呢输掉了比赛。总的成绩呢他是3胜4负。今天呢特别有趣、特别有戏剧性的是，上次打赢他的对手路人扎凯，今天是2人的2番战。对于乐视来说，也是他的复仇之战。对，因为上一次比赛结束之后，乐视表示说，我还可以再扛下去，但是裁判终止了我的比赛。但是这个是场上裁判他们的责任所在。那好，我们就再来一次2番战，就看今天乐视的表现了。对。乐视呢，应该说是身高183公分，从整个的体型来说呢，在次重量级呢，算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体型。对。其实上次比赛2个人是在4面的围城擂台里面打的，今天换到我们昆仑决的这个整个的圆龙、铁龙里面来参加，肯定会有完全不同的技战术啊，是吧？因为上一次他和路人扎凯的比赛，他是被对手给堵到角落里面，没有办法移动步伐。好，下面马上就要出场的就是把他堵到角落里的布人扎凯。好，接下来我们掌声有请红方来自蒙古国的布人扎凯。现在出场的就是来自蒙古国的布人扎凯。年龄29岁，身高1.84米，在昆仑决是1胜1负啊。上一次就是对阵刚刚出场的选手乐视，来自中国香港的，但是他输过1次比赛，是输给我们中国的 MMA 名将王赛。其实呢，从资料上来看呢，布人扎凯的总成绩还不错，23战19胜4负。对，身高184公分，跟他的对手乐视呢，外形条件很接近，对，但是比赛经验要更多一些。因为我们看他的国籍是来自蒙古啊，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他的摔跤，对，这个身上的跤劲儿啊，从出生那天开始，他就血液里就带着跤劲儿，带着这种基因。是，但是上次他终结了乐视，是因为战力啊，把乐视逼到角落里面用拳法。今天呢，布人扎凯呢带着上次获胜的这个威风再来打一场。对，希望呢真的是携着威风而来，而不要因为上次赢得对手之后啊有心理压力。有时候反正这种被复仇的选手在出赛的时候反而是有心理压力的。对，确实2番战以后还是想连胜2次啊。布人扎凯也是典型的这种蒙古选手这种长相啊。看双方资料对比，乐视今年26岁，布人扎凯29岁，身高2个人只有1公分的差距，在战绩上布人扎凯还是稍有优势啊，经验更多一些。对。这是一场复仇之战。本场比赛，蓝方选手曾经在此前赋予了对手，此番正是为了报仇而来。蓝方26岁的乐视，身高1.83米，综合格斗战绩3胜4负。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83 centimeters tall, age 26. His record: 3 wins, 4 losses. Fighting out of Chinese Hong Kong. Introducing Noshirwan Kenzad.
红方来自蒙古国的布仁扎凯，身高1米84，年龄29岁，职业战绩23战19胜4负5次 KO。Introducing first fighting out of the blue corner, standing 184 centimeters tall, age 29. His professional record: 23 fights, 19 wins, 4 losses, 5 times win by knockout. Fighting out of Mongolia, Buren Dorki. 有请场上裁判 Thomas Fan. And when action begins, your referee in charge, Thomas Fan. Okay, guys, corner. Okay, you both know the rules. Protect yourself at all times. Listen to me at all times. 我们的场上裁判 Thomas Fan 也是来自香港啊。好，观众朋友，那么接下来是今晚的第一场正赛，乐视对阵布仁扎凯。那么赛前应该说，对于这场比赛，大家也是充满了期待，因为这是一场复仇之战，对，二番战，二番战。这一般来讲，二番战都是非常有看点的，而且本身刚才我们通过短片也看到了，就是说，这个乐视他对于上一场比赛这个结果是不服气的，对，他还能继续去打，但是你把我终止了，不让我打了。这个两人的外形条件、身材条件差不多，就差1公分。对，但是刚才我们也介绍到，上次他们是在4边的这种擂台里边进行的比赛啊。这次换到铁笼子，肯定也会有不一样的效果。是。这个布仁扎凯呢，出身蒙古国，所以呢，这个交劲儿啊肯定是很足。对。虽然上次是 TKO 的方式哈，砸拳的方式，砸拳的方式，但这次呢，还得看这个换到笼子里头，是否技术能有变化。乐视先生啊，小心啊！这个有点防摔的时候做了一个圈镜，圈镜有可能形成断头台啊。还没有，没有。他这个抱摔做的过于明显啊。对，这个布仁扎凯刚刚这个圈镜防摔啊，这个非常快啊。快。乐视今天上来怎么显得不像是来复仇啊，更谨慎一些，很紧，确实很紧，有的时候这种选手要么是真紧张，要么是在憋重拳啊。对，在安排战术是。相对来说，布仁扎凯是咄咄逼人啊。你看，已经把对方这个并没有真正通过拳脚动作，而就是靠步法把对方逼到这个顶到笼边了。这个后手拳漂亮，这2个人一腿换一拳。又是一场一个左式一个右式，是。连续拳，乐视对布仁扎凯这个拳，刚刚看防守的时候可能有些狼狈啊，这个动作，应该做好了准备再来。因为乐视如果主动的靠到笼边的话，对你的步法移动是很有影响。对。顶膝，这个我没有完整的看过两人的一番战，但是从今天比赛开始，从乐视这个表现来讲，有点保守啊，有点保守，自己主动就退到这笼边去了。是。其实这时候布仁扎凯并没有怎么使劲往前顶。也可能是不是他们的团队在安排的就是这种上来就是战术啊？但是在这种笼洞的这个里面很少见到这种战术啊。对。刚刚两人抢把，乐视还是很迅速啊。这个开始的时候抢把对方有优势，然后自己抢了一个把位之后啊，布仁扎凯自己也主动撤出来这个笼边了。乐视一上场的状态现在还是琢磨不定，到底是制定了战术憋着重击呢，还是下拳？下拳对方的防爆摔很快，迅速转到后头去了。双脚拉扣啊，双脚很严啊。背还是做的比较好。对，乐视要想办法，如果一直把背给他的话，很危险啊。布仁扎凯这时候还是不紧不慢啊，虽然说已经拿到了背，很有经验啊，一点不着急。
这个动作处理的有点太草率了啊。是啊，没想到他自己这个主动抱摘被对方这个很快的在地面占了一个绝对的优势。对，很轻松拿到了一个背，双脚一进去之后，其实还并没有把扣打死。因此呢，他在对方的这个背部就能够转移的很快。但其实呢，反而是乐视并没有被对方那个双脚拿扣锁死的时候，自己反而是比较死的在那个位置上不动。对，其实，在我们上一期的我们的冠军赛里面，上一期的时候，张立鹏做了一个很好的演示。尤其是在这个位置，你可以，其实乐视刚才有机会是站起来，你慢慢的往把对手就跟这个你背的一个口袋一样，把对方往前给这么扔下去。其实他没有做动作，就是在那样慢慢站着，就逐渐被对方给拖倒在地。所以刚刚乐视这个动作有点太草率了，是的，给对手的空当很大。恭喜不仁扎凯。这本来是一场我们赛前非常期待的复仇之战，但是没有想到速战速决。本场比赛结果，第一回合3分50秒，不仁扎凯裸脚获胜。And the winner by the red corner, won by rear naked choke。有请颁奖嘉宾，金典投资集团联席董事兼总裁张宝全先生为胜者颁奖。好，感谢我们的颁奖嘉宾，恭喜获胜的选手。